呢條影片會簡單同大家講下點樣用黃金期貨嘅 AI 指標。首先底下呢度呢，綠色呢係反映翻呢嗰個黃金期貨嘅走勢呢係轉強咗嘅。咁喺轉強咗之後呢，我哋呢會利用埋呢 USOP 呢個 AI 指標㗎。嗱，我哋會望到啦，由轉強嗰刻開始，即係呢2025年嘅1月15日嗰日開始，咁我哋呢就揾翻最近嘅一個 key level， 咁就喺翻呢2672。咁我哋呢再留意翻下一個 key level。喺2715.6，咁喺呢兩個 key level 之間其實有個最高位嘅，咁我哋喺嗰個最高位嗰度呢，其實呢就係一個關鍵嘅水平，咁一旦呢係升破呢個關鍵嘅水平嘅時候呢，就有機會呢係延續一個升浪噶啦，咁大家呢亦都可以睇到呢，隨後呢個升勢呢係持續落去噶，咁個用法就係咁樣啦，好簡單嘅啫。咁如果你要等到個最佳時機呢，當然係由紅色轉做綠色之後去睇個 key level 啦。